喺 AI 取代人類之前，AI 已經消滅緊人類。有個不幸嘅消息要通知大家，我所有嘅 IG Public、Private Account、Facebook Public Account 全部被 Meta 封晒，因為個 Facebook Account 俾人 disable 咗，個 Facebook Public Page 依家變咗無主孤魂。大家都知道我好多年冇用過 Facebook Page 噶啦，所以如果大家收到 Facebook Page message，千祈唔好理佢，有咩 link 都唔好撳入去。如果呢段時間個 page 出啲咩 post 都好，都唔係我本人出嘅。所以如果大家要買 Meta 藍剔，睇咗我呢條片先，自己諗下係咪真係有用。買藍剔嗰陣 Meta 會同你講，我哋有人工 CS support 嘅，然後你係因為咁樣而買佢哋嘅藍剔嘅，但到你真係有事，佢哋只會用 AI 打發你，只有極少嘅機會你可以聯絡到真人嘅客服。嚴重起上嚟，好似我咁 Facebook 都入唔到，就更加唔使知會聯絡到佢哋噶啦。呢個問題嘅根源係 Meta 根本冇諗住處理，佢哋只係想收錢。而亂咁封 Facebook 同埋 IG account 係因為 Meta AI 審查失控，有一個根本未 train 好嘅 AI 去負責一個咁重要嘅功能，而佢哋亦都唔打算處理佢哋啲蘇州屎嘅。IG 上面有好多真係同色情有關、詐騙、賣私煙、賣毒品呢啲廣告同 account， 佢唔去處理，但係你淨係 po 一隻貓一隻狗都要拉人封艇，然後都唔會幫你跟進，封 Facebook、封 IG、封 WhatsApp、封埋你個 device、IP， 等你投訴無門。而好似我一個咁樣嘅前政治人物嘅公眾戶口，都係因為呢個 AI 問題而變成一個僵屍 account。所以 Meta 藍剔嘅功能同佢所講會提供嘅服務，全部都係大話嚟嘅。老實講，以呢個情況去睇，我哋係咪應該喺海關度報案？算唔算違反商品及說明條例？而喺 Meta 封 account 之後，佢哋係唔會交代點解會 ban 你嘅，或者指出你邊一個 post 有問題嘅，你辛辛苦苦建立出嚟嘅戶口同埋創作內容，一晚之間全部冇晒。而呢啲本身係屬於你嘅個人資料，所以而家 Meta 係不作為，其實係拒絕用戶存取佢哋嘅個人私隱，因為就算佢哋 delete 咗個 account 之後，你都唔會攞得翻屬於你嘅個人資料，亦都唔會攞得翻屬於你嘅作品。我唔知呢個情況算唔算違反咗香港嘅個人私隱條例？如果你知嘅話，請你喺 comment 度話俾我聽，睇下我哋可唔可以一齊做啲乜嘢。喺今日拍呢條片之前，我已經嘗試過用所有嘅方法要求 Meta 去跟進我個 account 嘅情況，直至我出片嘅呢一日 Meta 都冇處理過呢一單 case 嘅。所以我喺度呼籲 Meta， 如果見到呢條片嘅，快啲聯絡我，解封翻我啲 account。片尾係我嘅聯絡方法，因為今次嘅事件，我認為香港人係唔應該逼 tech 面前成為弱者嘅。所以如果你都俾 Meta 封 account， 而你想攞翻你個 account， 我誠意邀請你參加下邊條 link 嘅聯署，留低你嘅稱呼、email、俾人封咗嘅 Facebook 或者 IG account 名。10日之後，我會將大家嘅聯署文件 send 去美國同香港嘅 Meta 總部，希望佢哋可以正視問題。如果大家想知道聯署之後嘅事情發展，可以 join 埋下面嘅 Discord， 攞唔攞得翻個 account 都好，都會不定期同大家 update 翻個聯署進展。最後順便提一提大家，如果真係不幸俾 Meta 封 account， 千祈唔好亂俾錢人幫你解封，呢啲絕大部分都係 scam 嚟嘅。